哈佛學子墮寒冬，科大拋來橄欖枝。當政治陰霾籠罩學術殿堂，一場圍繞知識自由嘅較量正在上演。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取消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資格，呢個決定猶如巨石投進平靜嘅湖面，瞬間激起萬千漣漪。雖然哈佛迅速提出訴訟，呢個決定被法院臨時禁令叫停，但數千名國際學生嘅求學路已經被籠罩濃重嘅陰影，前途充滿未知同埋焦慮。特朗普政府呢啲行徑，表面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實質係將高等學府當作政治博弈嘅棋子。呢個唔單止係對學術自由嘅粗暴踐踏，更加動搖咗美國作為全球學術中心嘅根基。就喺美國築起高牆之際，東方之珠香港卻向世界敞開溫暖嘅懷抱。香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透過社交媒體積極發聲，佢第一時間聯絡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承諾為已獲哈佛取錄嘅學生提供支援，並呼籲全港大學推出便利措施，維護學生合法權益，以多元政策吸引頂尖人才。蔡若蓮嘅倡議得到香港高校熱烈嘅回應，各大院校紛紛表示會藉助政府支持，全力打造留學香港嘅品牌。法國媒體法新社更將佢嘅表態形容為香港向哈佛沉船上嘅幸存者敞開校門。香港科技大學亦都率先發聲明，向哈佛國際生拋出橄欖枝，宣布會提供無條件錄取、簡化入學程序，並給予全方位學術支援，幫助學生順利銜接學業。香港城市大學、嶺南大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亦都隨即表態，歡迎受影響嘅哈佛學生報讀。呢一連串送速有力嘅舉措，展現出香港對全球人才嘅渴求同埋誠意。事實表明，開放包容先係發展嘅王道。香港高校人工智能學科於 QS 排名中超越麻省理工，躍居全球第17位，就係對呢種開放政策最有力嘅回應。